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报扬伊的所做，着愿伊吟诗，愿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起立。稍甲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定十架死，埋葬录音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着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圣神，我是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60篇。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教业的信心，通移山倒海。
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仰望。这声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温素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但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糊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这声，安尼信、仰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三甲来祈祷，愿伫天父的爸，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告诉阮，经过一礼拜的时间，今仔日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享受你赏赐安息的时间。阮感谢你，主啊，当阮的脚踏入圣殿的时，求你的圣神提醒阮。每一个礼拜来到你的圣殿，毋是一个习惯，这是主的怜悯、拣选，原诚做你的囝儿，有份伫天理的恩赦。这是主的恩典。主啊，求你即时拍开每一个兄弟的心，互因的内心的烦恼、忧愁、艰难、身体病痛。即时拢来交托互主，因为你是宇宙的主宰，世间无任何的困难比你较大。你赐予阮喜乐的心、平安的灵，互阮的心性完全来倚靠你。当阮今仔日离开教会时，阮就会亲像充满电的电池，得到大大的快乐。主啊，求你赦免阮。无法度原谅得罪阮的人，无法度赦免欺负阮的人，无法度去听无介意的人，这拢是你无介意的代志。因为你教示阮爱有仁爱的心，爱听别人亲像家己。因为你伫十字架的听，已经赢过这一切。求主搁一摆提醒阮，爱阮重建阮的听心。用你予阮的听来听别人。阮今仔日要为所有的爸爸来祈祷，求主祝福每一位爸爸事业工课有满满的稳定，一切顺利，身体健康，诚做家庭的帮助，囝儿的好模样。阮安尼恳求甲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我求你听我聆听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马拉基书第4章第6节。伊要互做老爸的心活转，养伊的囝，
做囝的心活转怨伊的老爸，免伫我来救助即个地。圣经读到遮，讲道请本堂张牧师要讲的题目是爱心的重建。能够再一摆三甲来感谢，特别阮感谢你伫庆祝父亲节的主日，阮来甲你的面前，阮来恳求你祝福阮所有在座所有做爸爸的，互阮伫你的话语内底来坚持你的阮的去做阮的性命，也愿你的神引带阮，互阮知影要安怎来教导阮的囝儿。愿你的话语伫阮的生活当中成做阮生活的准绳。恳求你的神来引带带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后日也就是8月8号，吼，是咱1年1度的父亲节。伫遮先预祝咱每一个做爸爸的父亲节快乐。咱今仔日的经文第一节毋过是马拉基书内底上，能不能帮我放一下那个讲道的 PPT？ 在桌面。好，今日经文虽然是一节的经文尔吼，伊讲伊要互做老爸的心活转伊的囝，做囝的心活转伊的老爸，免得我来救助这个地。这是旧约圣经内底最后的一句话啊！伫旧约结束，一直到新约的开始，上帝伫400多年来无任何的启示，也无任何的话语，上帝点点无讲话啊！伊伫咧讲了这句话了后，伊透过先知马拉基来发出最后一句的这个啥？叫做绝响啦吼，咱很惊讶的是这句话竟然甲做老爸是有关系啊！所以今日要来借着今仔日这个父亲节主日要来分享，咱再来看做老爸伫咱圣经当中，上帝爱咱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好，来。每一个老爸伫咱的家庭中间，上帝拢互咱一个真重要、真特别的这个位啦。老爸对囝儿的重要是影响是全面的，包括伊的生活品质、生命品质、甲伊的人格、甲伊的认知的发展、伊的性别的角色拢影响非常的大啦吼。我真爱一个心理学家哈佛大学弗洛姆，伊伫即个一篇文章伫《爱的艺术》的即个文章内底你若有闲，你用去 Google 即个文章，伊将老母的疼老爸的疼朋友的疼足侪疼的款式，伊拢有一个足好的一个描写伊讲啥？伊讲母亲是大自然，是土地，是这个海洋，老爸所代表的是人类生存的另外一个世界，是啥？是人的法律、处事、甲纪律遮的事务的一个世界。所以咧，伫遮咱就会看到老母的角色较偏向咱要安怎互咱的囝儿用成长、用大汉所以呢，老母一般拢会煮足好的这个青草的菜来养饲咱的囝儿，甲咱的囝儿饲甲肥肥、白白胖胖的老爸咧，老爸就较无重视这。老爸较重视的是啥？我的囝儿有照着伊的处事来做代志无？有守上帝的这个教导无？老爸会较偏向这个所在。所以呢，这个弗洛姆就讲老爸是囡仔的这个老师。伊囡仔来指出、来通世界的一条路所以咱看到这老爸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不过呢，伫咱这个现实的状况到底是安怎？这个大卫·布兰肯峰这个作者这个作者伊是一个教育学家伊伫这个1996年的时阵，伊写一本册，这本册造成很大的轰动了
叫做《没有父亲的美国》哦，这本册啊，这个《没有父亲的美国》呢，这个作者讲哦，伫今仔日下暗，就是伊咧出版的时阵，吼，伊讲伫美国有40%的少年囡仔，伊咧困的时阵，伊是无老爸伫厝的，40%啦，吼。伊讲哦，过去无老爸伫厝是安那？是战争。遮个老爸可能去战场，啊来战死，伫遐死亡。毋过呢，今仔日无老爸伫厝，是因为安那？是因为翁仔某离婚，是因为有足侪未婚妈妈，也是讲伊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互遮个囡仔呢，拢感觉有一个被遗弃的即个感觉。所以呢，互美国伫咧进入即个21世纪的时阵，出现了非常严重所谓的无老爸的即个时代啦。无老爸时代会造成啥物款的影响哦？伊有伫即个本册内底有提供足侪的即个数据。伊讲哦，无老爸囡仔比有老爸囡仔伫厝的遮个囡仔吼，伊加5倍机会安那低于这个贫穷线。贫穷线就是咱的生活基本的开销。意思来讲，因赚的钱也无够伊安那，伊一个月伊所固定的遮个维持伊生活的一个开销。伊有加3倍的机会，伊伫学业面顶会失败；伊有加3倍的机会会出现情绪甲行为问题，甲自杀啦。所以伊咧调查遮个数据，这是足客气的吼。一直到今仔日21世纪已经30年将近30年已经过去啊。遮个数字哪来哪恶化吼？所以伫21世纪开始，联合国嘛提出一个警告，伊讲哦，21世纪上严重的社会问题，都是家庭的危机啦，都是翁仔某中间来离婚，甲老爸老母甲囝儿的关系非常的冷淡啦，吼。所以伊讲遮个危机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是啥？都是老爸来忽略伊家己伫家庭内底所应该扮演的一个角色啦。老爸伫家庭当中来缺席，所以呢，囡仔伫咧成长的过程当中，伊无老爸的陪伴，所以呢，伊伊的人格吼，常常受到很大的偏差吼。老爸常常无伫厝，也是有当时老爸随往伫厝吼，人伫咧心无伫咧啦。哦，搁较害有一寡老爸呢，虽然伫囡仔的身躯边，毋过却真做囡仔的伤害啦，这是搁较大的一个问题。事实，即个无老爸的即个世代，毋若是发生伫咧美国，所有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拢是安尼，连咱台湾也无法度来脱离这个无父的世代吼。所以有即个台湾的基督教的学者，伊就咧反省吼，伊来讲。无老爸世代是20世纪一直到21世纪，咱爱面对的一个败坏的文化啦吼。无老爸的即个痛苦，毋若是伫咧世俗当中，其实伫咱的信徒，就是说真侪基督徒，甚至连上帝的奴仆，就是做牧师的、做传道的，这些使女当中，嘛一直咧发生啦。所以，这个状况一直咧发生，一直到今日咱的世代，咱看到咱台湾的社会、咱的家庭的结果，咱看到是啥？咱看到的是这个少年人无爱结婚，对无？搁来咧，咱的啥？结婚了无爱生囡仔，甘愿饲狗、饲猫，嘛无爱饲囝，有无？结婚了后咧。2、3天讲无啥拄好，就我们2个个性不合，咱就来离婚。结婚了后，咱的家庭有足侪纷争。咱今仔日的社会是毋是甲即个无父的世代差不多？所形容的拢差不多。所以伫即个旧约圣经的时阵，即个马拉基就发出即个警告，伊讲即个上帝要来救助即个土地，所以
救助的源头可能就是即个对恁的家庭来开始。所以咱基督徒，咱的教会咱做老爸爱特别来重视咱所爱扮演的一个角色。基督教的家庭应该伫即个世代的面顶爱发挥伊的功能啦。咱袂使互即个无老爸的世代哪来哪恶化过来，咱来看老爸的心，做老爸的伊的心要活转伊的囝儿啦即个世代因为是无老爸造成社会的即个结构拢完全恶化。一个查甫人伊的心无伫家庭，无伫囝儿的身上，对囝儿所造成的伤害非常的大。咱看真侪即个囝儿伊的即个培育，拢是因为咱无好好尽到做老爸的责任。所以呢，因为咱无尽责任，遮的囝儿的培育来即个老爸来发出啦，所以这是一个咒诅。圣经甲咱讲有一个方法，就是老爸的心爱活转伊的囝儿，所以甲老爸的心活转来伊的囝儿，我感觉即个甲一个爱甲咱的心啦，爱甲咱的心思意念拢藏起来有一本册建议恁去读，伊是恁本间长老伊是一个足好的一个基督徒，上时伊也是台积电研发处的一个副处长，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一个非常有成就，也是一个生命真好的一个基督徒。伊写一本册叫做《把心放上去》，这本册内底伊有提供足侪要安怎来伫家庭内底扮演一个足好的角色，做老爸爱安怎学习来做一个好的老爸伊讲伊讲行过伊的一生，人的每一个阶段上重要，都是爱咱将咱的心甲藏起来。无论咱伫咱的工作的职场，咱伫教会，尤其特别重要是伫咱的家庭，咱上重要就是爱甲咱的心藏伫面顶啦，所以我感觉伊安尼写，甲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做老爸的心爱活转伊的囝儿，就是爱做老爸必须甲搁较侪的心思意念藏伫伊的囝儿的身上。做老爸有当时咧想讲我少年时阵我著努力来伫我的事业内底，甲我的心思拢藏伫咱事业的面顶，好好来趁钱。虽然这无啥物问题，嘛无毋对。伊认为讲我趁着钱有成就了，我的家庭就幸福美满。但是真的吗？真的有钱有成就了后，伊的家庭就美满快乐嘛？有当时毋是安尼啦，有当时查甫人会想讲我好好伫我少年的时阵，我将我全部的心力甲放伫我的事业，对囝儿的对某当我退休了后，才好好来弥补伊。所以呢，即个拢想讲退休了后，我甲你讲，有当时等咱退休了后咱要甲咱的囝儿要甲伊亲密的时阵我甲你讲，无人要插你你退休了后，要甲你的囝儿讲话，伊讲歹势，爸爸我无时间啦，而且我已经无话甲你讲啦。等你有闲的时阵，你的做囝儿的无闲啦。所以而且咱会用看到，查某人拢甲甲退休了后70岁、80岁的时阵，咱才感觉讲哇，家庭对我是足重要的。咱开始要来重视家庭。有当时毋是安尼我会讲一个事实，有当时即个恁太太无查甫人没有丈夫反而活得更好女人没有丈夫反而活得更好这是一个事实查甫人若无某无囝活甲足凄惨的，迄叫啥？迄叫孤单老人，你知道？所以呢，你去公园，你会分别出来这个有人伊天生就很会怎样交朋友，就很会聊天，所以一群咧聊天拢是安那，拢是女人。查甫咧孤单一个人伫遐食薰伫遐独居迄一定是男生啦所以咱爱会记哩做老爸
做查甫的哦，咱爱重视咱的家庭，唔通想讲咱下摆才要甲弥补。我甲你讲，弥补袂过来，迄个时间已经唔对去啊。所以咱唔通甲咱的性命放伫一个错误的一个所在吼。所以伊咧讲一个老爸，你无管你安怎无闲，你拢爱安那拨出你的时间，甲你的囡仔来建立一个快乐好的一个关系。你爱教因安怎做人，互囡仔伫咧长大了后，对老爸老母有好的一个记忆，伫生命的道路中间，互因安那跑走搁较有意义，搁较有价值。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即句话，互咱想到。做老爸，咱留落啥物，互咱的即个囝儿有好的记忆无？咱教咱的即个咱的囡仔，伫伊的记忆内底有好的快乐的即个童年无？咱有教咱的囡仔，当日去做啥物代志，互伊安尼一世人会用一直纪念。即样代志是我甲阮老爸也去做，当做做的。伊欢喜的时阵，伊啼哭的时阵。有偌济时阵，咱是陪伴伫伊的身躯边啊。特别咱的囡仔伫人生真重要关键的时阵，咱到底伫倒位？这拢是咱爱去思考的。所以咱做老爸爱安那好好啊来扮演咱做老爸的一个角色哦。很多时候不能缺席啦，哦，孩子的成长不能等待吼。咱广告电台咱听到即句话，过来一个老爸形象的即个啥的 copy 吼。咱的囡仔要伫倒位学做老爸，伊对咱的心像啦，所以伊对咱的心像学做老爸，每一个人是对做囝儿的时阵，就开始来学习。所以呢，这互咱是毋是真紧张？咱到底留落啥物好的款式，互咱的囡仔来学，还是伊学着我拢是歹的？哦，你毋茫你的囝儿甲你共款哦？是快乐的吗？是有成就的吗？是成功的吗？哦，所以咱的囝儿伫即个好的老爸身上学着好的款式。毋过咱做老爸有当时吼真害，拢无留好的迄个榜样，互咱的囡仔来学习吼。所以来对到咱的囡仔呢，对老爸即个形象非常的糟糕，吼！有一个主日学的即个囡仔，伊伫遐咧祈祷，一直讲我要上天堂，我要上天堂。即个老师都听了讲足奇怪，咱基督教信仰毋是，就是要上天堂。到一个囡仔一直咧祈祷，讲伊有爱上天堂。伊就甲问，伊讲即个囡仔听讲上帝是因天顶的爸爸，哇！伊就惊到要死。伊讲我无爸爸，这地上的爸爸已经足恐怖，搁伫天顶搁有一个爸爸。而且佫永远袂死的，我惊到要死。伊讲我要去天堂。这做爸爸是安那，甲囡仔、甲母囝安尼吼，做老爸你的行你的款式，就是安那，你将来恁囡仔的这个样子啦。哦，所以做老爸老母的，咱爱安怎对上帝、对人、对代志，将来你会记哩，咱的囡仔嘛是安尼。对上帝、对人、甲做代志，吼，这是足重要的。所以父亲的形象爱特别来注意，吼。大笔咱拢知吼，大笔老即个伊的囝儿啥物形象？有一个歹的形象，啥物？伊看到848，伊就起啥淫乱的心有哦，所以跟848犯的那个奸淫的罪押沙龙嘞，起来了后叛变了后嘞。甲大笔所有的即个某拢安那，甲伊同房，歹的品性嘛，吼！咱来看阿伯拉罕去到倒位，就去祭坛来祭拜上帝，来感谢上帝。以撒伊的囝儿以撒看到即个阿伯拉罕安尼做的时阵，伊拄着困难的时阵，特别伊去乌井，这个井互人抢去的时阵，有哦，代志解决了后，伊嘛是去祭坛来感谢上帝。雅各咧。雅各去互因来嗰个以撒来对杀的时阵，伊去到伯特利的所在，伫遐来起祭坛，来敬拜上帝。所以咱看到阿伯拉罕伊的即个啥，留落来是一个起祭坛的一个啥好的一个款式，吼。所以这就是足重要的。咱到底要留落咱的啥物款式，互咱的囝儿来学习，吼。这是真重要。第三，就是爱心的即个定起做。
咱来看到，我感觉吼，爱心的顶起做吼上重要的，吼，咱就是咱的华人啊，真欠缺一项代志，就是咱做父母，咱会用真做咱囝儿足大的一个祝福，咱有当时拢毋知，上帝互咱做老爸的一个权柄，上帝伫咱每一个囡仔的身上拢藏落一个真水的一个礼物，伊有真好的一个温顺。做老爸，伊的责任就是安怎？爱去甲遮的温顺，照着祝福，照着你对遮囡仔的肯定，互伊即个啥来开启伊即个上帝所赐予伊即个温顺啊！上帝对每一个囡仔的身上拢有一个真水的一个计划，遮的计划，做老爸爱记哩吼，即个锁匙伫你的手啊！你安怎甲伊安那开启即个计划？也是你一句话就用安那，甲即个计划，上帝伫伊身上的计划完全来安那来甲伊毁坏掉。所以我最爱即个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做犹太人的老爸有一个真好的习惯，伊每一天下暗咧困之前，伊会去甲伊的囡仔祝福，讲你是阿伯拉罕的后裔，你爱安那，你要蒙大福啊！上帝要互你上大的福气，你爱真做大国。所以每一个犹太人对细汉就知影，伊是互上帝所祝福的。我是一个有未来、有真有好的光景的一个囡仔。其实咱的囡仔拢爱咱的肯定甲学乐。我定定讲哦，咱华人就足奇怪，囡仔明明考试考95分啊，佮甲伊计较，你会较认真嘞，较细腻嘞，差5分你就100分啊。咱拢无看到即个囡仔已经得到95分啊，咱去计较伊咧无法度达成的即个5分，即个5分，咱就开始甲嫌，咱无一句甲学落的，这就是咱华人的习惯啦，吼。所以呢，咱来对咱的囡仔，咱需要来肯定，来甲学落，因需要咱做老爸，来甲帮助因。建立伊家己的自我的形象啦，所以咱今日转去了后，咱开始对咱的囡仔讲祝福的话。我知影你，我以你为荣啊！我知影你后摆是上帝囝，你要为上帝安那来来有好的一个未来吼。有一个查囡仔，伊生活非常的混乱吼，查甫朋友换过一个搁一个，咱想讲甲会安尼？就去看伊细汉的时阵，伊的成长的背景。伊成长的背景，当伊10几岁的时阵，伊为着要互引起因老爸的注意，伊定定穿足水的衫伫因老爸面前，安尼行来行去，因老爸拢无爱插伊，连安尼压头甲看一个都毋捌。有一天，伊认为伊穿一个上水的衫，伊认为上水的衫伫因老爸的面前，共款行来行去。不大个，搁伫遐来跳舞，因老爸安那打头甲看一个都无爱看，所以咧，伊非常的艰苦心，伊当然行入去房间内底，因为伊搁咧讲感受袂到因老爸对伊的重视甲学乐，伊就开始安那在周旋在很多男人的之间，伊咧找啥？伊咧找着肯定啦，伊咧找啥？伊咧找着讲。只有老爸才会互伊迄个学乐、甲迄个肯定、甲迄个祝福，所以伊老爸身上找袂到，所以伊安那去外口，足侪查甫人的内底来找去，找会到无？找袂到，找袂到。搁来上重要的一个回转来归上帝，即节的经文，伊咧讲啥？伊咧最主要的即个内容，伊咧讲上帝，你若无照安尼来做，安怎来做？上帝要来救助即个土地，马拉基书伊咧讲，伫啥物情形的面顶，上帝要来救助即个世界，救助即个土地，啥物时阵？都是当全地的人，特别是以色列的百姓。拢无愿意来遵守上帝的律法，伊来看轻上帝的时阵，甚至来
顶撞神的时候了。哦，马拉基书哦，我定看马拉基吼，啊马拉的一只鸡，啊迄只鸡啊伫后壁一直咧安那，伫遐叫我来念，哦，啊那埋怨上帝，啊来安那，无照上帝来的话来行，哦，是安尼啊。所以咧，上帝咧，即个先知马拉基就掠来讲，恁若搁安尼，我要安那咒诅，要咒诅，吼，这是上帝所传达的一个信息。即个若要避免上帝来咒诅即个土地，加一个原因，就是伫即个第3节，即个所在，伊讲啥？恁着会记哩我的罗卜摩西的律法，就是我伫何日为着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伊的。就是律例甲法度啦。到底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做老爸的心转囡仔，爱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方法来转囡仔？爱用这款态度，都是你做老爸爱定心活动来归上帝，来遵守伊的律法。所以，这则经文上好的意思、上好的解说，就是做老爸这代，伊愿意用守律法的精神，甲实践上帝的律法的态度，来带领你的囡仔，来教导你的这个囝儿。最后一代的囝儿也愿意用老爸这款的遵守律法，来实践律法的这个态度。来回应老爸的教导，来回应顶一代的时阵咯。安尼，人甲人中间彼此拢愿意遵守律法，用上帝律法来进行人甲人中间的交往，同时也用律法来进行人甲上帝中间的一个啥来往来。安尼，老爸甲囝儿拢会用活转到上帝的律法的内底，彼此来面对面。都是老爸老母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来教育咱的囝儿，用上帝的律法，并且身体爱安那实践，身体要力行，爱最好的榜样是啥？就是遵守上帝的律法。我去修这个律例啦，所以呢，用这个方式言教甲身教。来教育咱的后一代，咱的后一代完全安那成长，用这款的态度，用遵守上帝律法的态度，过来安那回应伊的老爸，这叫啥？做老爸的心转活转伊的这个啥？伊的囝儿，做囝儿的心，做囝的心安那活转伊的老爸。这个解说是安尼啦，看不是讲两代之间彼此尊荣啦，很和谐，看不是咧强调这个只有安尼，才会安那上帝嘛会对咒诅的内底活转来归伊的祝福，因为伫伊的这个啥约的内底，咱拢知影这个上帝伫何烈山甲以色列百姓所颁布遮的律例。甲这个法律拢是啥？拢是约，要回到约的里面，所以这真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咱爱照着遵守这的律例，安那转去甲上帝的这个约内底，伫上帝约内底有永远的福气，只有祝福，无咒诅，所以爱特别注意，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安尼，所以若安尼，咱看到。老爸的责任非常的重大，所以最后犹太人认为，人的一生当中所无法度摕走的，就是伊的智慧。所以因讲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呢，毋过遮要来教导咱的囡仔的遮的智慧甲知识，啥物人扮演足重要的角色？咱的做老爸老母的，特别是做老爸。父亲是不可取代的位置，爱记这句话，所以呢，咱看到这个老爸伫这个犹太人的家族内底足重要的。老爸嘛，照着伊教育遮的囡仔，教遮的囡仔讲啥？讲咱以前咱的祖先是安怎犯错，是安怎背给上帝，上帝有安那满满的恩典甲祝福，
对无？啊，伊安人一直讲这个代志是要创啥？避免伊的家族，避免伊的国家来离开上帝，互伊的家族会用完全来信靠上帝。所以一直干2000多年来，咱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强无？真强盛啦，是安那？伊的宗教、家庭的教育做了真好啦。所以在座每一个做老爸，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望咱的囡仔亲像以色列遐尼强盛无？爱会记哩。甲伊带转来上帝的约内底，甲伊带转来上帝的祝福内底，毋通互伊伫外口乱去。外口是安那？上帝的咒诅，转来上帝的约内底吼，这是咱每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做老爸，咱每一礼拜，咱能拨出一寡时间，甲个囡仔安那分享，来同齐祈祷吼。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这足重要的吼。安尼，咱的家庭会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吼。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伫庆祝父亲节的一个主日，阮照着即节的经文，阮看到，阮过去检查有偏差，阮常常将阮的心活转来世界来行。今仔日，阮搁要再伫你的约内底，阮要转来，阮要转来你的约内底，用你的律例，用你的法度来教导阮的囝儿，互阮的囝儿的一生行伫你的祝福的内底。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甲来吟圣诗450首，恳求上帝施阮赐福，请起立。
咱要请主日学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歌是上帝疼痛哪会遐大。多谢主日学的献诗吼，咱搁煞只要来升旗典礼吼，今仔日有两个小朋友吼要升儿童主日学，啊有6个小朋友要升少气吼，啊搁有2个小朋友应该是青年啦要升亲戚，啊即马要请迄个升
生儿子的秋天甲陈云倩来头前。我先来介绍一下吼，陈云倩，陈云倩，云倩的爸爸是陈大伟，妈妈是林子璇，阿公是陈纯健，阿嬷是林纯纯。秋天，因爸爸是邱冠桥，妈妈是李明慧。因即摆要来，这一定爱背吼，就是爱背迄个台语的主导文，若无背袂晓多生气安尼啦吼。愿伫天热白，愿你娘死，你高恁教，你钱伫食，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输予阮，写要阮的辜负，亲像阮若写要辜负阮的人。无知带阮入地市，又救阮脱离迄个海，因为个管理因根拢是你所有，代代保证。阿们。今仔要请主日学的小朋友要来分享吼。头一个是张瑞恩。介绍张瑞恩吼，因爸爸叫做张哲嘉，妈妈是陈怡嘉，阿公陈文雄，阿嬷是李雅慧吼。请第二个钟爱准备。大家平安，我是张瑞恩。之后我就要升上少气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和我在主日学的经历。这是我1岁半的照片，我现在已经12岁了，准备升上国1。这些是我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阿嬷跟阿公。可能大家比较认识我的妈妈跟阿嬷。我的妈妈是陈怡嘉，我的阿嬷是李雅慧。我今年6月刚从国语实小毕业，准备升上南门国中。我的兴趣和专长是打跆拳道跟弹钢琴。我在主日学表现，这是我在主日学表现良好得的奖。我也曾经参加过圣诞晚会，我扮演上帝演约拿的故事。在主日学，我们也会参加一些活动，例如说在重要节庆上面表演或献唱。这张就是我们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的唱歌，而右边那张则是我经过参加夏令营。担任小队辅后，我也能够带小朋友做活动。主日学有很多有趣的活动，例如说户外礼拜、参加桌球比赛，或是夏令营、冬令营等，都很有趣好玩。我在主日学学会很多金句，也读了很多圣经故事，这些告诉了我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我也学到，当我遇到挫折或困难时，我能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神伴随我一路成长至今，让从小调皮捣蛋的我慢慢成熟。也帮助我度过许多挫折与困难。我希望我以后能够帮助别人。谢谢大家。有看伊大吼，以前安尼很调皮，即马安尼很成熟，当小队服。第2位钟爱，大家应该免介绍啦吼，来。
第3位胡恩硕，请准备。大家平安。我是钟爱，我是从国语实小毕业，要升中正国中的。我的专长是弹钢琴，还有追剧。我想大家应该对我也蛮熟的了。接下来我要介绍我爸妈。我爸是这间教会的牧师，他每次在台上都是比较温柔，在家里都比较凶。我记得在我国小5年级的时候，他给我了办公室的钥匙。那时候呢，我很开心，因为每次被他骂，我就可以离家出走了。但是我总告诉我自己，不可以离家出走太久，这样就每天还是要回去跟他要钱去 7。下一个是我妈，是麻醉科的护理长，也是这间教会的牧师娘朱玉良。她每次都对上帝的事情很严谨，告诉我说，每次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先向上帝祷告，才会完成这件事情。我在主日学最开心的事情是分班，在分班的时候可以告诉大家自己不敢跟父母说的事情，再听听别人的烦恼，一起做讨论，最后还会有点数可以换麦当劳。这张照片是我们最后分班完，每个人说上帝的爱像什么一样。我在最后在这里的期许是，我希望可以在每一个阶段中更认识主，再带领大家一起认识这个信仰。多谢大家。胡恩硕，大家应该对真熟悉吼，因爸爸是胡哲章，妈妈是陈之燕，阿公是胡中明长老，阿嬷是董惠美执事。大家平安，我是主理学的米亚新欧文石。12年的时间，我对一个啥物拢毋知的小朋友慢慢长大。我要对一个小朋友慢慢进入青少年阶段。我自细汉就生长伫基督教的家庭。我的名是阿公阿嬷号的。文石的意思是足大的运费。自细汉就伫幼儿主日学听老师们讲圣经故事。伫阿嬷兜的时阵，阿嬷会用上帝的话语教导我。开始上小学的时阵，阿嬷教阮学会晓家己祈祷。暑假，阿公阿嬷来阮兜照顾我甲我的阿姊的时阵，阿公阿嬷嘛会教阮念经句，然后再教阮解说即句话的意思。伫主日学的即几年来，我交到足侪好朋友。主日学的老师嘛教阮足侪上帝的故事，嘛互我有足侪第一摆拢是伫教会完成的。比如讲，圣诞节的演出、诗歌献唱、花套，亲像今仔日徛伫台顶讲毕业感言嘛是第一摆，互我即几年来过了相当丰富。回想我的小学生活，真正是足精彩。我对即年就加入弦乐团6摆而领，再过3年我加入篮球队，再过4年我因为受着阿公阿嬷的影响而转行拍排球，一直到我6年毕业。目前高中我嘛希望能跟对阿公阿嬷好的模样，像排球这条路继续向前跑走。因为我即马要升高中啊，所以爸爸妈妈嘛一直甲我讲，
刷来的12年，肯定是我人生中上重要、上精彩、上丰富，但嘛是上辛苦的一个阶段。不管是知识的累积，阁有拍球技术的进步，所以一定爱时时外靠上帝，甲上帝求讨，互我有好的体力甲头脑。因为上体育班读册甲上课的时间拢会减少，我必须爱伫有限的时间完成我所有的功课，甲读完我所有的册。我顶完球阁爱补习，所以一直到报到的前一刻，爸爸一直甲我问：我真正要读体育班吗？因为我会比一般人较忝。我嘛甲爸爸讲，我会打拼做甲到的，我绝对袂辜负厝内人的期望。最后，我要感谢主二学的老师甲同学，阁有对我上好的所有亲人，阁爱多谢上帝保守我健康快乐。我希望未来的我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以认真努力的态度来完成。谢谢大家。无简单吼，纯台语吼，几乎纯台语，这无简单。啊，即马过来是吴秉颖小苹果吼，因爸爸是。还要放影片？好，稍等，先看一下影片。好，是小苹果，小苹果来上来。妈妈、爸爸是吴建鹏，妈妈吴美玲。上面。大家平安。我叫吴秉颖，大家都叫我小苹果。我先来放一支影片，互大家来找看卖倒一个是我。提示上盖活跳跳的迄个。这是我很小的时候，这是我1年级的时候。这也是我1年级的时候。这是我2年级的时候，还3年级啊？这是我3升4，这也是3升4。这是我4年级母亲节的时候，这是我5年级圣诞节的时候。我爸爸常常问我，为什么愈大汉声音煞愈细声？我讲，因为我细汉的时，唔知影见笑啦。在做这份 PPT 时，整理12年来从3楼育婴室爬到幼组，再到儿组，一路好长，今天终于要毕业了。第一张是高小毕业的相片，可能大家比较认识我，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人。伫天顶的阿公陪伴我大汉的外公外妈，爸爸吴建鹏，妈妈王美玲。人讲 like father like daughter， 恁讲我甲爸爸有成无？我自细汉佚佗甲大汉的朋友亮亮家和婷婷家，教会的兄弟姊妹呀。记得每年的母亲节、父亲节、圣诞节、夏令营，我都会上台表演。我扮过杂役、小羊、小鸟、天使，很多很多。每次上台只要唱歌扭屁股，下台卡的阿公阿嬷就介意的。
大家拢知影我爱大更轻，现在要进国中啊，我的个性阁搞超环，定定会袂开啦。大概来教会甲上更轻课，看到谢校长像阳光一般的笑容，拢会帮助我冲把一礼拜的电，继续往目标跑走。最后这张在婚礼插花乱入的花筒椅是我最喜的。恁看兰妮姐笑甲这么欢喜，就知影原来结婚时来乱的拢是乖宝宝。我想要感谢天父，让我从小在南门教会中学习成长。12年里有许多回忆，牧师、校长、老师、同工成就了现在的我。谢谢上帝爱我，听我看护我，也感谢一路陪伴我的家人和朋友。多谢大家。下一位陈立恩，因爸爸是陈其正，妈妈杨佳琪。阿公是幼师长老，阿嬷是吴美容长老，请。大家平安，我是陈丽云，这是我的全家，有我的爸爸妈妈、姐姐甲小妹，也有我的阿公阿嬷。我的爸爸是陈基正。妈妈是尤家琪，姐姐是陈泽温，妹妹是陈美温。阿公是尤约瑟长老，阿嬷是欧美英长老。我平时上爱拍电动甲打羽球，这是我的球队，我的队友和教练。我在主日学学到了交朋友，也学到了主的话语，也给我了演戏经验。我的朋友有张瑞恩、胡恩硕、赖凤仪，还有这张是我们在亲子祷告，在主日学亲子祷告。这是去年的圣诞剧，我们演上帝和约拿的故事。这个是张瑞恩扮演上帝，我扮演约拿。对于未来，我希望我做任何事情都能专心一致，主也能保佑我做每件事情都能努力。多谢大家。最后一位是周立安吼，立安伊是住伫纽约，每年的暑假伊拢会来，拢会转来台湾，然后就拢会来参加主日学，伊嘛要来分享。伊妈妈是张义琪，阿公张娇正，阿嬷是黄秀玉。大家平安，我是周立安，我为纽约谷登来。今年升美国的国一，因为美国没有小学6年级的这件事，所以我也算是可以升国一的。这是我的美国家人下面的照片，我的爸爸妈妈、阿公。上面的是我台湾的家人，阿公、阿嬷、阿姑跟阿金。旁边的这位是我的兴趣是扯铃跟拉小提琴。我从2岁开始就开始来南门教会上课，只有暑假会来。这8年以来，我学会了很多关于上帝的知识，希望我升国一以后能学到更多。谢谢大家。今麦要来请嘉宏执事来介绍2位要升亲戚的。好，刚刚小苹果公益第幼主被升儿主从1楼到4楼，接下来烧气是在6楼聚会所以
到时阵爱个加倍2人吼。那我来介绍一下哈，接下来少气要升亲戚的2位我们的帅哥哈，第一位是黄冠廷，伊的爸爸是黄胜元，妈妈是陈静勉姐妹。第2位是陈享恩伊的爸爸是陈振兴弟兄，伊的妈妈是陈小文执事简单甲大家介绍因煞只要进入到大学咱希望因未来的学习会当哪来顺利多谢。今麦请其他小朋友都上台要颁发证书，请升小一跟国一的全部都上来，请牧师颁发证书。咱即摆请大家为这要进入人生新阶段的小朋友来祝福请牧师来为这囡仔来祝福祈祷。好，咱这囡仔看到咱的囡仔长大咱做父母的心拢足欢喜，足着疼不过咱基督教信仰内底上宝贵的，就是每一个阶段咱拢有上帝甲因三角行因拢有上帝的祝福好，咱同齐额头，咱来为因祝福。天父，阮感谢你，看到遮徛伫台顶的遮的小朋友伊伫出世就伫细汉就伫南门这个大家庭来长大，伊已经来完成因伫阶段的一个学业伊要进入人生一个新的阶段。但是阮知，阮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已经赐予阮真好的蓝图。阮基督教的阮每一个囝儿伫你的手中，是你看做上宝贝的。阮也知伫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因的渐渐拢有耶和华上帝甲因三角伫地，互因伫因人生的当中，拢经历着主你的丰盛。当因的人生拄着困难挫折的时阵，互因用来活动来找求耶和华上帝。阮知你要真做因上大的帮助，你的圣手也要来保守来带领因。愿伊的一生，那亲像以色列来伫旷野内底，你用云条用火条来引带因，渐渐进入你所为因所备办水甲老年的所在。祝福因的一生是有上帝的人生，互你的一生是充满着你的祝福。阮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注意少气甲亲戚来领新生回去。你们就对啊，亲戚。咱今麦来准备奉献请陈小文执事甲李美心执事来书献。
请起立。请坐。即马请爸爸吼，就爸爸请起立。即马要来颁发迄个父亲节礼物，啊，请青少契所有的来颁发迄个奖品吼。楼顶有无？爸爸请起立，安尼较省时间，免客气。这是荣耀的时刻，来。好，请青少契帮我们颁发全年的礼券哈。啊，若是领了，请坐下，才不会搞错。有人无领到的无？我即马来报告吼，我先报告第3点吼，咱9月20有一个野外礼拜吼，即马开始报名，到9月3号，每一个人拢300块，无论大人囡仔吼，拢是300块。敢若幼儿园吼，幼稚园以下的是免费吼，若幼儿园所有人拢爱报名，无管你是有什么款的年纪，有收不收费吼，拢爱报名。咱报名有2种方式吼，你用去写 Google 表单，嘛用去甲团体报名，嘛用去办公室报名吼。迄天若无法度来参加野外礼拜吼，本堂原10点半阁有一堂的礼拜。第4点吼。教会要感谢照顾咱长辈的外劳吼，伫个8月20号双联团结例会时，要请要招待因的午餐吼，请尽量会当邀请咱这个外劳的姊妹来参加，嘛会当来互办公室知影讲有几个人要来安尼吼。第6点，教会迄个清洁阿姨因为要离开吼，8月15日离开，请大家来介绍，看有适合的人来参加无？另外就是团契的消息，主日学甲青少契8月吼有一个有活动，请大家带到。咱即马好，其他的消息，大家请家己看吼。咱即马来请来吟上言。上言396首，打要线回求注释吼，请起立。
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认证，大家伫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颂。请坐，别倒避讳。